地理囡仔先，前2天肉粽节，路边拢会闻到粽的香味。都市人白粽用大连的粽叶，为要甲青的粽叶无同，超工借用虾的色水，讲粽虾。我要是较介意装卡时代，为要白粽，大人拢会险仔囡仔去底仔拿挽较大皮的粽叶，转来白粽。青粽叶的粽，三要色所呛出来的气味。毋是凊彩街市路边拢有地片的。我大汉信基督了后，对有的民间节气较无去注意。毋过，阮以北的粽，无论我信啥物教，拢袂当放袂记。阮伊这前2天就敲电话讲过节要赶粽来台北，叫我免去市买人做便的。佮讲有一个我国校的同学有去厝呢，要找我，讲是姓林，名伊袂记得了。我本底想要问阿姨，迄个人生做啥款？安尼嘛加问的。自国校到呾，民谣、生长。定着变真济，尾阿姨讲伊想到迄个人有讲，甲恁后生讲迄个地理囡仔先，安尼伊就知啊。囡仔时代，我一直分袂清看风水。甲看地理有啥无同？大人甲我解说讲，看阳体是地理，看阴体是风水。我也是毋知啥物阳体、阴体，敢若知影通常会晓看地理的，拢原来会晓看风水。到国民校1年时，我熟悉阿良，才有进一步的了解。阿良甲我同班，头起先我甲伊无啥熟悉。有一摆放学时，经过教导因门喙，伊常常为一张山仔顶跳落来，我笑一下，叫我斗捡山仔。教导因兜种几丛果子树，老师常常交代阮袂使去偷挽。阿良哪会遐好胆？我问伊，伊干那笑笑讲：“我唔惊，我有撇步。”上课时，我伫班里汉草无算介悬，坐第3排，伊坐上后壁排。我看伊的桌排无直。要甲伊超好坐，伊讲袂使，若无排安尼，会破坏地理，伊做代志会袂顺。因老爸就是做地理线的，兼看风水，有咧教伊看地理。阿良叫我嘛甲主桌超较我倒边咧，讲安尼我册会较熬读。伊是我1年的时伫学校上接做伙的人。